出埃及记第12章，搬过节。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阿伦讲：恁得用这个月做恁的正月，做逐年的头一个月。恁得对以色列的全体会众讲：这个月初十，逐个人得照家庭准备羊仔，一家一只。若厝年的人少，一只羊仔食袂了，得甲隔壁厝边做伙准备，照人数，照逐个人食的分量准备。恁得对绵羊还是山羊选一只一岁无缺点的公的羊。恁得甲羊仔留到本月14。伫黄昏的时，以色列全体会众得杀羊仔，因得摕一寡血抹伫因食羊仔迄间厝相边的门徛甲门牌。迄暗得食羊仔的肉用细香甲无甲饼、苦菜做伙食，袂用得食青的甲用水煮的。肉得甲头骹腹内做伙烘来食。食的拢毋通留到过早起，若留到过早起，得用火烧掉。恁食的时，腰得下地，话得清地，手得举管仔，嘛得赶紧食。这是上主的搬过节。迄暝我要行透埃及地，拍死所有的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精生，阁要审判埃及所有的神明。我是上主，恁若有伫恁的厝抹血做记号，我一个看到这个血，就会对恁遐搬过去。我拍埃及地的时，毁灭的灾难袂临到恁。除酵节，恁着画记得这日是上主的节日，代代守这个节日做永远的规例。恁着食无酵饼7日，头一日着对厝内将酵母清去，对头一日到第7日，所有食有羹的米的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激出。头一日甲第7日，恁着举行盛会。这2日准备食的物件以外，其他的工作恁拢袂用得做。恁得守除酵节，因为伫这日我带恁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，所以恁得守这日做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对正月14下昏到21下昏，恁得食无酵饼。这7日内，恁逐个人的厝内袂用得有羹。食有羹的米的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还是外族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会众的中间激出。有羹的米，恁拢袂用得食。伫这个节期内，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着食无酵饼。设立搬过节，摩西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，对因讲：恁着为恁的家族敬羊仔，抬来过搬过节，着摕一把牛切草运盆内的血，抹门牌甲相边的门徛。天光以前，无论什么人拢毋通出门。上主要行透全国，拍死埃及人。伊看到门牌甲相边门徛的血，就会搬过迄个门，不准毁灭者入恁的厝，甲恁拍死。恁得遵守这个规定，做恁甲恁的后代永远的规例。将来恁进入上主所应允要赐互恁迄个地，恁得遵守这个规例。恁的囝儿若问恁是安怎要守这个规例，恁得讲：这是献互上主搬过节的祭物。上主拍死埃及人的时，伊搬过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厝，
解救咱逐个家族。人民就趴伫涂骹敬拜上主，然后以色列人离开，照上主对摩西甲阿伦的命令去做。头上生的受抬，伫半暝，上主杀死埃及地所有头上生的，对坐王位的埃及王的大囝，到关伫监狱的犯人的大囝，以及前生的头上生的，拢受杀死。埃及王甲伊所有的人臣，以及全部的埃及人，拢伫半暝起来，伫埃及全地有大啼哭的声，因为无一家无死人。埃及王半暝调摩西阿伦来，讲：出去，恁甲以色列人着离开我的人民出去，照恁所讲的去敬拜上主，嘛照恁的要求，连牛群羊群拢带去。毋过恁着甲我祝福。埃及人赶以色列人着赶紧离开，讲：元龙特别死啦！以色列人就摕还未囥干的面丸，下伫炒面粉的器库内，用衫包起来，囥伫镜头顶。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，对埃及人讨金器、银器甲衣服。上主互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好的对待，因要求什么，埃及人拢互因。安尼，因就抢夺埃及人的财物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以色列人离开兰塞，苏格出发。囡仔负责人无算，行路的壮丁大约有60万，阁有真侪混杂的军众，以及牛群、羊群，真侪精生甲因做伙出去。因用对埃及带出来无发干的面丸烘做饼，因为因受赶离开埃及，真紧急，袂当为家己准备食物。以色列人住伫埃及430年久，430年一个满，拄迄日，上主带伊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。即暝上主规暝固守因，带因出埃及地。以色列人着世世代代伫即暝上主守夜。搬过罪的规例，上主对摩西阿伦讲：搬过罪的规例是安尼，搬过罪的食物，外族人拢毋通食。毋过用银买来的奴隶，若有受割礼就有通食。寄居的甲请来的工人拢毋通食，得伫厝内食，连一块都毋通摕出去外面。羊仔的骨连一支都毋通讲断。以色列所有的会众拢着安尼守做。若有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爱要受搬过罪敬拜上主，因家内的大部人着受割礼，才通甲本族的人共款守做。毋过无受割礼的外族人拢袂用得食。本族人甲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相款拢着守即个规例。以色列众人就照上主命令摩西阿伦的话去做。就伫迄日，上主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出埃及。